来看大高线马太溪桥和大水冲破，本地按算讲15是会当来抢通的便桥，公路局透未抢修，宣布讲明仔载下晡3点就当提前通车，未来卖严格来监控，若开始落大雨，就会提前封路。工程车在工程现场将马太溪的安康便桥铺点架，原本15才能通车的便桥工程进度超前。 我们是铺完成面的，你们已经铺多久？几个小时了？昨天跟今天这样子。因溪底大溪便桥已经限制公路甲红林两边，7日下晡3点通车了后，小型车甲救灾车应通过变个细路，公路局也比较监控指挥。 明天开放通车以后，我们两端的堤顶都会进驻监看警戒人员。当有一点点可能水位会增加的时候，就只出不进，封闭一小段时间哦。如果确认是安全的，我们才会再开放通行。第二阶段更便桥交通部表示，照原本进度，会在明年农历春节进行通车。马太安溪房山河逆流重创铁公路，代替港府联合会也发文示警，水退了后，真正见到才开始，因为第时间溪水引起铁轨路。 坡的脆石因为把水送去，会让铁轨路结构失去稳定。若无赶紧来换掉，就会出现沉落效应，影响行车平稳和安全。 沉落的现象的这件事情，其实是会让列车的这个行经，有一些行车安全或者是列车的损耗，应该要尽快的来做招标，然后让这个道闸尽快的去更换。其实被水淹没之后，为了要快速的让救灾的团队能够进来到光顾，我们马上让它通车。那道闸的部分是我们后续必须要处理的问题。 代替空气回应公库站场，因为房山河逆流造成道层污染有6个度，公司咧本地复旧预算，决定了办理现场铁轨路设备复旧工程。若清理作业无完成，公库站场列车限速30公里，确保列车运转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